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呢，用短暂的时间呢，跟各位大家介绍非常重要的观念。过去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国王，他的名字叫做波斯匿国王。听到佛在说人的生灭身中啊，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在。这个国王听了以后，那心中非常疑惑了，所以就请佛来开示。佛就问他说：“大王啊，你现在多大岁数了呢？”波斯匿王就回答说：“我62岁。”我再问大王啊，你从出生到今天见过几次的恒河水啊？国王就回答说：“我见过2次啊。我3岁的时候，母亲带我去拜岐伯天，那个时候我看过1次。最近呢，又去看1次。”我又问了大王，你3岁看过恒河的星，跟你现在62岁看恒河的星是一个还是2个呢？波斯匿王就回答说：“我这一念能够看见的心，当然是一个咯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”佛陀就告诉波斯匿王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会变的色身，并不是真正的自己，这个不会随着年纪改变的，才是你的真心，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呀。”有这简短的谈话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深切的明白，念头啊，真的是会来来去去，人也会渐渐的衰老，外在的环境一直在改变，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这一念心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你看，白天存在，晚上存在，生病的时候也存在，老了还是存在。所以从有生有灭的这个身体当中，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，就是佛性，永远不会增加，也不会减少。假使我们能够在这一种生灭无常的境界当中，体会到这一念不随着因缘的变化，不生不灭的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你的本性，也就是我们的真生命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啊！如果你果能如此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无穷尽的，人生也有无尽的希望的。所以我们能够依照这样的心而去做，我们的心是没有生灭，是清净光明的，是没有动摇的，心是能记住一切的，能知道万法的。如果依照这样的心去做，做自己真正的主人，我们就能创造出美好的人生，还有光明的未来。我报告这个简单的内容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所以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本性就叫佛性。佛性呢，一般人没有信佛的人听不懂，所以我们就给他讲，就是你的魂魄，这个魂魄目前寄住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一旦身体的缘分尽了，跟世间的缘已经到了，你的魂魄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到底去哪里呢？就根据你在世的时候，如果你做善到善的地方，做恶你就到黑暗的地点，这是由你自己掌握在手中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黑暗的地点啊，我们是一个人嘛，会选择一个对我有利而且能够带来幸福的地方，那你就要谨记在心，你必须要在世一口气在的时候，要赶紧力行善事，累积福德，这样自然感召未来充满了无限光明幸福。如是因感如是果，那这一点呢，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参考。你种的因得的果报是不能改变的，万法虽然皆空，但是因果确实不空，大家要谨记在心。在有生之年，我们都是力行善事，一心向善，尽量帮助所有一切苦海众生，然后认真的念佛，未来必能走向一个幸福安乐的人生。师父深深的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